婊子，无情无义的混蛋！无情无义的是你！我们帮你抢回贡品，不但不感激我们，还要害我。你就是个混蛋！你这才是无情无义的混蛋！我对他好，他不报答我，离弃了我，跑了。那是我爹不愿意为你们做伤天害理的事情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现在不再作恶，不再伤天害理，回头还来得及。死到临头，还口出狂言。不是狂言，我是为你好。只要你放了我的兄弟，弃恶从善。弃恶从善，放你娘的屁！你听说过吗？啊，开弓没有回头箭。你要是不离开我，他就不会死，你也不会死，你这帮弟兄都不会死，你知道吗？到阴曹地府去怨你爹吧。你已经耽误了我很多时间，别再惹是生非了。乖乖的上断头台，砍头的时候不要眨眼睛，这就慷慨赴死。我会给你竖大拇哥的。谁生谁死还不一定。我现在就让你身首分家。你不敢的。你把那个小毛贼找回来，你答应不坏我的事儿，我可以让你们不死。不要再骗我了，你和王大人要杀的是我。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，你们就已经想我死了。现在我什么都知道了，你们还敢让我活着吗？放心吧，不用去找铁哥，他不会离开瓜州的，他会随时回来找你的。我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，难道他不怕死吗？啊！怕死的是你们。我说过，只要你放了赛马，放了阿布都，放了我的兄弟们，我让他们立刻离开瓜州，从此以后分道扬镳，井水不犯河水。没想到啊，没想到你也会说谎了。我没有说谎，留我一个人，随你处置。我一个也不放。我知道那个铁哥绝对不会抛下自己的兄弟，自己跑了的。不跑，我就能逮到他。你太小看他了。杜大人，那个毛贼不见了，好像钻到地缝里去了。我说过了，你们太小看铁哥了。挖地3尺，给我找！是。杜大人，晚上睡觉的时候睁一只眼睛，说不定铁哥会来找你。给我拉下去！是。走。你不该为13娘束手就擒的。没错，13娘是杜衡的人，你这么做不值得。胡说，放屁！13娘是好人。好人能跟杜衡睡一块吗？是啊，你想啊，都上了杜衡的床了，再好能好到哪儿去？他是迫于无奈的，不许你们冤枉他。迫于无奈，刀架脖子上了也不能说。好了，该死的是我，是我连累了你们。你也胡说，该死的是坏人，是恶人，
是杜恒，是毛里求，是你那位义父王大人和那个小妖精王嫣。同意。该死的是他们，我们不应该只想着死，我们要想着活。同意。同意。同意。总之，铁哥已经逃脱了，他会想办法的。还有13娘，她一定也会想办法救我们的。唉，铁哥，13娘，希望老天保佑你们，生死就看你们了。哎，他那边。好嘞。动作麻利点儿。哎，好，这个。快点啊！哎你，哦，哎，都收拾干净，看见没有？13娘，没事了，他们都走了，酒桶也被打碎了，酒窖也被酒全部淹没了，没法收拾了。不过没关系，你已经受到了惊吓，也该去歇一歇了，歇一歇就会好些了。不准出城！滚开！哟，13娘啊，让开让开！哦，驾！驾！婊子！婊子！给我追！这！13娘去哪儿了？已经出城了，出城了！这！13娘被抓回来了。大人别走，夫人害怕。哎呀，有军事把守，怕什么怕？大人，嘿，嘿，你想坏我的事儿？没有。你窝藏朝廷要犯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自己来的，不让他们走，他们就要杀了我。为什么出城？我明白了，你要去都护府高将军那里去告发我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来人，在，送回皓月楼，把楼里的人都拢起来。是。走。好好的，别再给我添乱。
看好他，别让他出去一步。是。兴许那个小毛贼还会来找他。带走。是。我总觉得这里不安全，还是去毛里求的马队。快点，走，快走，走，快点，快走，快点。走。快走！大家进去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走，快点，走，进去！十三娘，您就在里边好好待着吧，想睡就睡一会儿，要吃喝的话，我们就在门口候着。我们没有熟人，更没有亲人，我们能信的人只有你了。十三娘。十三娘，我要睡觉。门不能关，你好好睡，我们不会打扰你的，也不敢。
屋的门也不能关。怎么？要上老娘的床吗？不敢，不敢。你没去救他们？我没有家伙，没法救啊。我这儿有。铁匠铺里有。那你还不快到铁匠铺里去？我不知道铁匠铺在哪条街上，现在满街都是军士，我不敢乱闯，只好来问你了。西街南边第5家，门上有牌匾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啊，现在满街都是军士，你还是从后院绕进去吧。我会把他们救出来的，一定。谁呀？来了。嘘，别出声。你要干什么？我不会伤害你们的。你这儿有兵器吗？没有兵器，真没有。我从来不打那些东西。你看，打的都是农具。你找找。杀猪刀。这个你有几把？11把。全拿出来。哎，这是干啥用的？这是橛子，拴羊、拴马、拴骆驼，墙上、地上都能钉。都是吃白食的，一个小小的瓜州城，连个小毛贼都抓不到。大人一直在抓，也许他真的是远走高飞了。不会的，他不会的。那好，大人你别生气，只要他在这儿，就一定能抓住他。二位大人，抓着了？没有呢。大海捞针呐，杜大人，按照你的吩咐，这全城的每个老鼠洞我都没敢放过，不见人影啊！不见人影子，没抓住你回来干啥呀？找死的吗你？毛大人，你忘了，你不是跟我说，让我隔一个时辰给你汇报一回吗？你可气死我了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他来了！八子，保
糊涂大人。是。铁哥动手了！铁哥来了！铁哥来了！太好了！铁哥来了！太好了！铁哥，杀人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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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吵什么吵？咋了？爱你。说你呢！我警告你啊，我们的人来了，你小心点儿。没错，给自己留点后路。听见没有？给自己留点后路。王大人来了！看什么？滚滚！快！大人，这边！大人，不是，大人，你看，大人，咱们在明处啊！干啥呢？大人，我害怕您，站起来！你们这些毛贼，暗中杀人算什么本事？就给我站出来！毛大人，不是你躲得快，是我没想杀你。听着，这边，别胡乱看了。再和你说一次，放了我的兄弟，咱们一起杀进刺史府，杀了杜恒，你当老大。大人，你不听，我就先杀了你，然后一个一个的杀，直到把你们杀得干干净净。我的手艺你是知道的，看见了吧？你们好好想想吧。我先不杀了，等你回话吧。走，走。快，快走！他说的话，我都听到了。大人，他现在在暗中，总是不露面，咱可不能让他牵着咱们的鼻子去下撞去。这毛贼下手够狠的，我看他还得继续杀。多大人，你可不要出去啊！不，既然来了，就不能让他再跑了。我出去和他说话，把他引出来。你们暗中安排人攻毒手，追杀、射杀。快，这边！我们两个那边。过去，那边。好。你们这边，快快快！出事了！没动静了，铁哥不会真出事了吧？不会的，铁哥要是被抓了，就该杀我们了。铁哥不会出事了吧？拉他们出去。是。干嘛呀？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哎，别碰我！快点！干什么？放开！张毛贼，你不是要救你的哥们儿弟兄们吗？他们现在就在这儿，你敢些什么？啊！老狗杜恒，我的
铁哥，你害怕了？你说话呀！不是小毛贼吗？怎么叫铁哥了？铁哥，咱们好商量，好商量啊！你说话呀！你说话呀！咱们好商量嘛啊！我不信你的话，别跟我耍花招，把你藏在暗处的人都放出来。毛大人呢？叫毛大人出来说话。毛大人，陆恒就在你的眼前，杀了他，你就是老大。傻瓜，快动手啊！动手啊！放屁！放屁！好样的，铁哥！闭嘴！毛大人，我在这儿呢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不动手，下一个死的就是你了。你要再杀人，就杀了个小娘们儿！铁哥，快杀了他们！姐，别急，你们一个都跑不了。铁哥，你赶紧走，别管我们。水哥，骗不了，我就把他们都杀光了。别骗人了，你没那么多纸跟橛子。我没骗人，满身挂的插的都是，这帮混蛋恶棍一样多。听见没有？最后一个就是留给你老狗陆恒的。水哥，水哥，杜大人，先杀了他。水哥，水哥，哥，水哥，铁哥，别管我，赶紧跑！毛大人，别吓唬我，陆大人不会让你干蠢事的。我杀了他，你试试，我杀了他。你们不敢，杀了水哥，我就去找高将军，和高将军一起来捉拿你们。高将军会相信你们吗？啊！抢劫贡品的是你们，杀害友邦使节的也是你们，人赃俱在，你们是强盗劫匪！放你娘的狗屁！快把他们放了！放铁哥小心！铁哥！抓住他！会长，上！铁哥，铁哥，死了就抬过来，没死啊就押过来。快追呀！你小看他！押回去！是。狗屁的马队，3个人追还让他跑了。大人，把帐篷里那5个杀了，任他远走高飞。放屁！
高将军是不会相信他的。高将军拿走贡品，从我们手上，这不前功尽弃了吗？可嫁祸给那几个小毛贼是大人当初您的，已经做到了。大人欺负我杀他，就为了这个。为什么要抓住那个小毛贼？就是为了不节外生枝，万无一失。你明天启程，押送贡品去长安，只要把贡品交给王大人，不就成了？是大人。你留下来跟我一起对付那几个小毛贼。是。放心，他不会远走高飞的，他会来救他的兄弟。真的？怎么样，我的手艺还不赖吧？不赖，百米之外一也不好。袖剑让他们收走了，现在我用这个。是，百米之外一铁决的封侯。你想试吧？不行。你知道杜大人和毛大人是坏人了吧？他们想害我们。知道。他们要被砍头，断头台都打好了。我知道。知道你不抓紧点。我抓紧了吗？所以我来找你了。找我？为啥？咱们有交情啊。就交情。我喂过他们的马，还喂过你们的马。我们的马？哎，我们的马在刺史府啊。拉过来了，逮你们那天就拉过来了，看吧。你好好喂他们，等杜恒死了，我们会好好谢谢你的。不用，你还是赶紧走吧，被发现就不好了。猴子，你去一趟我们的帐篷，把水果的行囊拿过来。啊，你去不去？去。但5个我不知道哪个是。就是行囊里有小葫芦的那个，你挨个摸，把它拿过来就行了。快去啊！哎，好。猴子，这人哪儿去了？猴子，哎，猴子，这大半夜干嘛去了？不喂马？天儿好，我出去溜溜。行，大半夜溜啥溜？那你来我这干啥？你小心毛大人再揍你！揍我没揍你干嘛？走！这没事儿？没事儿。走！小心点啊你！快走！铁
哥，猴子，东西。大叔，快走吧你。走后边的出去。哎，谢了。你不杀我，我就把你们都杀了。来人！啊！杜大人，咋了？没事。这会儿什么时辰？离天亮还早，你安心睡。能进这间屋子的地方都有人把守，那个铁哥进不来。放屁！我害怕他吗？啊！我找他还找不见呢！我害怕他，我巴不得他跑到这儿来。我这把剑也不是吃素的。对，好剑！他敢来这儿吗？啊！不敢！就凭杜大人这把剑，他进来就别想出去。不来这儿，就在另外的地方。他不会抱着脑袋睡大觉吧？太危险了，再偏一点就没命了。那水哥和赛马他们就都没命了。老天睁着眼呢，没让他往里偏。能救出他们吗？一定要救，死也要救。我和他们纠缠到半夜，也没救出水哥他们，我自己还挨了一剑。你一个人不行的，得要想办法。只能等明天了，拼死一搏。我得想个办法把我们几个的家伙给偷出来。在哪儿？在刺史府。你要去刺史府？那能行吗？能呐，那里食物一糠，物不一少，很难进去。那怎么办？你能帮我吗？我怎么帮你啊？你帮我进刺史府，你和杜皇的关系，他们知道的。他们不信我了。为什么？你进来的时候已经看到了，他们现在就把我当成一个犯人，等杀了我，我也回不来。我们连累你了。别这么说，没关系，没办法了，我会自己想办法的。是不是只要偷出来家伙，就能救他们？没有家伙，银哥、童哥就是没有手段的废人，连水哥也施展不开。你放心，逮不到我，杜皇是不会杀了水哥他们的，他会在沙场等我。反正最后一搏了，我偷出家伙，闯沙场，救出一个是一个。那要是救不出来呢？那就一起死。我跟你去。我去刺史府找杜和闹，转移他们的注意力，然后你进去偷家伙。他们会杀了你的。小家伙，你觉得我怕死吗？赛马也喜欢这么拧我，更喜欢这么拧水哥。赛马是个好女孩，有情有义，你一定要让她活着。你也是好人，你也要好好活着，让杜恒他们死。快！
个军师已经被我干掉了。他们人多，万一有个闪失的话，那水哥可就真没救了。你快走，我来对付他。13娘，我给你惹祸了。哎呀，别说这么多了，你快走啊！那你怎么办？我没事的，你快走，快走！哎，等等啊，这是你们的钱，我分为2头，拿着，快走，快走！云中来，风微歇，云遮风锁生死劫。少年郎，青兰间，书法策马生风雪。斗酒十千，世间斗酒，一言而尽，这男儿潇洒。纵马万里，万里纵马，一骑穿云霄对繁华。九重门，刀光烈，肝胆相照自豪杰。忽旋雷，寻孤雁，善恶不待天地